大家平安。每出去看到恁，拢真正真欢喜吼，会当三甲斗阵来做礼拜。哎，咱先同心祈祷。我被找起你的圣心交阮面前，当阮亲近你的话语的时阵，你亲身驾驶，来明时间交入你的手，互耶稣基督生命。阿门。迄题目运动要的、要力的，啊，毋过你着即个福气吼。一般来讲，你若是运动做的代志，你敢会得到啥物娱乐，还是奖赏？各位兄弟，应该是袂吧？这是你应该爱做的吼。啊，不过今日奇怪，咱马拉基斯吼，讲到即个所在是一个足特别，吼，一个足特别的所在。上帝有应允，恁试看卖啊，吼，恁试看卖啊。搁一个提醒哦，咱国联教会咱即摆读经计划已经到罗马书啊，吼，1、2、3章吼，已经进入罗马书啊，吼，咱的12小先知拢读过啊，吼，照例来讲啊。理论上来讲，吼，好，今日的经文一开始。上帝问讲：人点通偷摕上帝的物吼？啊，若是咱和合本是写做人岂能夺取上帝之物吼？偷摕我相信和合本是去接纳74译本的概念吼，欺骗的意思。啊，毋过若看希伯来的圣经，伊是用较重的字吼，伊是用抢夺吼，所以和合本翻译。抢夺是对，咱的台语是翻译做偷摕吼，这是甲74译本有关系。无要紧，无论是伊要讲偷摕，还是抢夺吼、夺取吼，上帝咧问一句话，问遮以色列人，人点通偷摕吼上帝的物件？啊，遮以色列人就安怎回答？阮伫什物代志顶面有偷摕你的物件？阮是啥事偷摕你的物件？上帝就讲，恁比应该纳的1/10，甲恁应该献遐个物，证明你偷摕我的物件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咱基督徒拢介熟悉11奉献，对无？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11奉献？啊，咱介熟悉11奉献哦。这个希伯来文是用为动词来吼，为伊个动词来，所以有人甲翻做10分取1吼，伊要保留伊这个动词的概念吼。1/10，这是啥物意义啊？上早圣经上早讲到1/10，毋是摩西的律法，啊，是咧记载亚伯拉罕甲啥货雅各。其实亚伯拉罕的事件1/10是啥物代志无？伊去救罗德，伊的侄儿对无？哦，啊拍赢，啊得到物件，伊甲1/10献互耶冷城的迄个祭司叫做怎样念？美基色德吼。其实吼，人名，迄人名啊，要直接用台语来念吼，迄个音乐就叫招经去啊吼。这是Melchizedek 吼，Melchizedek就是公义的意思。那 Melch 是 Melech 这个的转型吼 ，Melech 就是王的意思吼，所以麦基洗德这个名就是公义之王的意思。伊配合这个祭司1/10。啊，若讲到雅各的代志，雅各伊咧走路的时阵，到一个所在叫啥物？伯特利对无？爱伫遐做一个梦，哦，梦到有迄个天梯，啊天在顶面走来走去，哦，啊伊就甲上帝下一个愿，伊讲以后你若想使我所有啥物物件，我要摕1/10，搁献互你，哦。
所以圣经记载上早1/10的概念是对遮开始。啊，毋过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是后面摩西伊的律法时阵有清册写。哦，伊讲伫利未记的时阵，伊写讲地上一切所有的，伊爱献1/10归予上帝。哦，归予上帝是摕转去予上帝的意思哦，是代表讲，这地上的1/10，迄是属于上帝。哦，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。哦，你若无摕献上帝，你就是头前讲迄个意思，后体的意思。哦，啊，伫民数记有讲到，这1/10后来是要互利未人来领。是安怎利未人？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献1/10，当做利未人的生活所需？各位小朋友，你们上课有没有讲到啊？以色列有几个支派？12个支派，对不？好，这12个支派有剩利未人无？利未人有剩起来对不？有还是没有？各位看这12个支派内面有剩利未支派无？有啊无？选择题。有啊无？有吼。也有也没有啦吼。来到这个时代时阵吼，摩西以后的时代，其实12个支派内面已经无利未这个支派，算第13个呀。吼。啊是安怎12个支派摕一个出来，佫另外是12个，是安怎减一个支派了，佫是共款12个支派。哦，啊，那是变啥物？约瑟这个支派，约瑟生2个囝对无？一个是啥？以法莲，一个是玛拿西。哦，这2个本来是孙啊，雅各的孙啊，啊，毋过雅各甲伊提升地位，变做甲伊阿姐拢徛做伙，哦，所以变做约瑟一个支派变2个支派，哦，所以原来是12个支派。这12个支派，因到迦南地已经占领那个迦南地了后，因拢有分着家己的地，哦，拢有家己的产业。敢若啥物人无？利未人无吼，这是献家己要出来服侍上帝、服侍圣殿的，吼，服侍会幕的。所以因无家己的产业，所以规定讲其他的12个支派，拢爱献出1/10，正做利未人因的生活所需。啊，毋过伊佫有规定，利未人摕到这个，无论是金钱，还是这个产业了后，因就爱佫摕出1/10，献互啥物人？祭司。哦，所以伫遮你会看，甲祭司甲利未人佫有分开吼，佫有分开。好，这是第2款的1/10的概念。第3种，佫有写着伫《申命记》，佫有写着讲，每3冬的上尾迄冬，就爱佫献出1/10，互啥物人？送佣人，也是佫互一寡吼分无着的利未人，也是互孤儿寡妇。意思是讲，旧约讲着1/10的奉献，毋是真正干那1/10吼，有介济款的1/10。所以后来吼，就有人无共款，吼，犹太人咧遵守1/10奉献的时阵，就有不来的1/10吼。咱等下会去讲着。所以是安怎是11吼？为什么会选这个11？伫近东吼，伫中东，其实介济民族拢有用1/10这款的比例，吼。啊，毋过因通常是交倒去政府。哦，也是交互因的庙，哦，啊，不是强制规定。敢若以色列人是实在写伫因的律法内面，哦，啊，毋是去互，毋是互国王，是专门是给祭司甲利未人。啊，是安怎要选这个比率叫做11吼？上帝敢真正有欠人的迄个1/10，人若无献互伊，上帝就开始咬过啊，是无？无物件通食啊。送养的上帝，
我讲这个11吼，我甲号一个名叫做啥物话？奥妙的比例吼。各位兄弟，你想看卖啊？你若有10块，现1块出来，感觉安那会足济袂？袂嘛，轻松容易。你若100块，爱现偌济？小朋友，你若1000块，要拿多少出来？小朋友，1000块的1/10是多少？100。奉献100块多不多？回答我，快点，小朋友，奉献100块多不多？有点多了吼，啊，那1万块要奉献偌济？1000有济无？各位兄弟，奉献1000有济无啦？有哦。啊那10万块你要奉献偌济？1万哦。哇，奉献1万块有济无？有哦。啊，好多毋过10块奉献1块，无感觉安怎嘛是无？啊，你若100万呢？你要奉献偌济？10万摕出来袂？各位兄弟，10万摕出来袂啦？所以我讲哦，这个11哦，11这个比例是一个奥妙的比例哦。你拥有的愈多，你要奉献的愈困难，你知影无？知道吗？哦，这个11是一个很奥妙的比例哦。所以我都有讲到，犹太人因不只是奉献10分之一，那阮牧师娘吼在教囡仔学习奉献的吼，拢安尼用吼，这是学犹太人的方法。伊会互囡仔，比如讲10块，这你的零用钱，啊10块袂使摕一个10块互伊哦，爱摕10个1块互伊，是安怎爱摕10个1块互伊？伊若摕到10个1块，摕去啊，这是伊的零用钱，送的，伊会有欢喜无？有吼。啊，毋过还袂笑了的时阵，妈妈就甲讲1块摕出来，伊就讲，是安怎？为什么要给你1块钱？你有啥物人？上帝对无？啊，无法度，只好安尼拄甲1块摕出来，吼。啊，摕了尔，妈妈佫讲，佫1块摕出来，是安怎？你看迄面拢要跑出来啊！是安怎？他剩下9块了，还要拿1块出来。这第2个1块是互啥？孝敬父母。即摆摕出来了后，好不容易摕出来，妈妈跟伊讲，无顺利，佮甲讲，来，佮1块互我。啥物话？是安怎？你看把屎拢流来吼。为什么还有第3个1/10？你有啥物人？啊？周济穷人，那照犹太人的教法，安尼是奉献偌济？3/10。各位兄弟，你敢知影3/10是偌济？3/10就是差不多1/3呢，是毋是？你若讲，你一个月趁3万块，你安拢还袂开的时阵，你爱奉献偌济？2万块。你要做基督徒无？我嘛边仔摸摸会卖出来好，是毋是？好，我讲这1/10是一个真奥妙的比例吼。是安怎？要11奉献，我问一个问题：上帝敢有欠你这份？有无啦？上帝若无欠你这份，是安怎？欠你诞生要规定你得献出这份？家己咧无够用啊，是安怎要互上帝这份增值？为什么？啊？甲咱提醒啦。要互咱安怎？听这要互咱听。什么意思？我举一个例吼。我兄弟，恁若是教会的出纳，你影知影出纳是咧创啥？啊？付钱的对无？你咧付钱的嘛吼？
佮团契啊，是到迄什物事工，用着钱用了了，甲你先签钱嘛，对无？哦，各位出纳，各位出纳，你要付钱的啊。啊，即马若有啊，儿童主日学哦，办一个什么营？阿怎？我们刚刚办了什么营？啊？夏季儿童营有开这个钱无？有哦。哦，即摆开了，要来出纳，要甲恁遮的出纳领钱了吼。安尼差不多领偌济？10万有无？啊好啦，算10万啦。来出纳，摕10万互儿童主日学。你摕10万互因的时阵，你会听袂？会听袂啦？各位兄弟，啊？会哦，是安怎会听？袂啊，一定袂听。迄敢是你的钱？毋是迄教会钱，我干那做出纳尔。我跟你们讲，无要搁较济无吼，10000块好啊，11万好不好？吼，多一点没关系，多拿一点。是安怎你遐慷慨？迄是毋是你的钱？毋是啊。啊，毋过若儿童主日学，即摆要去恁兜甲你讨10万，你会安怎？哦，你会做听袂？你会甲杀价袂？哦，会讲无，安尼9万好无？7万好无？哦，是安怎会听？各位兄弟，是安怎你会听？迄钱啥人的？我的啊！哦，我安尼解说啦，我相信上帝伊特别设计这个1/10环富基督徒来奉献，是一个足好的提示。提示啥物话？提示讲，咱所有的其实毋是咱的，有清楚无？哦，我即马所有遐尼侪钱，也是遐尼侪资源，其实毋是我的。当我奉献1/10出去时阵，我若会听，就表示讲我甲遮的所有当作是啥物话？我家己的。所以每一个月、每一天、每一当，当基督徒咧做伊的伊奉献的时阵，上帝拢咧提醒。你若会听吼，就表示啥物话？你甲遮个钱当作是你家己的，啊，毋过你若袂听咧，袂听代表啥物话？其实你若袂听，有2种原因啦。第一种原因，上帝要所教伊的，就是讲，哦，你竟然已经清楚，你所有的一切拢毋是你家己的，所以你奉献转去互上帝的时阵，你会听袂听？袂听。啊，毋过嘛有第2种原因哦。你献伤少啦，你献伤少的时阵，你会听袂听？你嘛袂听。哦，啊，毋过不管啥物话，我相信这个设计是一个足好的提醒，哦，提醒咱每一个人。当咱咧奉献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所献的，这物件虽然是咱即马所会当掌握、会当控制、会当运用的，啊，毋过这毋是咱的。咱所有的是上帝托管互咱，所托付给我们。咱是啥物？咱是管家啦，咱毋是迄个拥有者，拥有者，咱是管家。啊，搁另外一个意义，上帝讲，你对出产大丰收，你来摕啥物？1/10互我，啊，毋过这个1/10其实是代表啥物？全部啊！当初上帝讲，所有的利未人拢算我的，要来服侍我，服侍圣殿。其实这个概念是啥物概念？这个概念是讲，本来12个支派内面，每一个支派、每一个家族内面的头生囝。大家献互啥物人？头生囝是头生的儿子哦，不是头生哦。头生的儿子要献给谁？爱献互上帝。啊，毋过，耶和华上帝就是用利未人这个支派
来代表什么货？所有的头生的囝。哦，所以这个1/10本身是代表什么货？全部。所以当咱献上咱的1/10，其实咱做一个信用的宣告。我献1/10，其实我是咧献什么货？刚刚这，我写出来。我若献1/10，就代表我是做献我的全部，代表我的性命。好，有清楚无？所以是安怎这个11奉献介重要？也要到生命记里面讲什么话？以不可试探助列上帝吼，会记住耶稣伊禁食40天伫旷野的时阵，啊，互迄个魔鬼撒旦咧试炼的时阵，有讲即句无？吼，耶稣有讲，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，迄就是申命记第6章第16节。既然申命记安尼写，是安怎马来意思？上尾啊，伊竟然安尼讲，伊讲你耶稣讲，耶和华讲，你用这来甲我试看卖啊，你试我看卖啊，是毋是吼？会当为你开天顶的窗，吼，啊，要甲所有的祝福拼互恁，吼，互恁甚至无所在通得遮的祝福。耶和华上帝讲，恁试看卖啊，恁甲你的1/10献出来。我要开天顶的窗，吼，拼这福气互你。奇怪，是安怎安尼？明明讲袂使试上帝，啊，上帝佫叫人家己试看卖啊？太安尼？啊，你是毋是讲，各位兄弟，即摊生意会当做袂？即款的生意会当做袂啦？你敢若只要奉献偌济？1/10，啊，上帝要安怎？要拼天顶的福气互你呢？拼到互你得袂了？即款的生意要做无？袂。啊，毋过你若安尼想吼，哪亲像上帝咧甲咱交换呢？是毋是？啊，这个定我定咧骂成功神学啊，袂使啊，袂使啊。毋过上帝甲讲呢，讲你甲我试看卖啊，你献你的1/10互我就拼我的福气互你，哪咧交换呢？其实，咱袂当干那看即节圣经尔吼。马拉基书为第1章开始，伊的写法拢是咧写讲吼，上帝质问以色列人，讲吼，恁吼，恁拢毋知影我有听恁啊，啊，遮以色列人就问啊嘛，你当时听我，吼，啊，上帝若甲骂讲吼，恁拢吼做歹，恁拢做歹，拢做恶的，啊，遮以色列人就问讲，啊，阮当时。我是伫做啥物代志做歹，反正吼拢是用这个对话吼。啊，咱今日的经文的头一句是啥物话？上帝讲，恁着爱回转来到我面头前。哦，这以色列人的回应上帝讲，阮安怎做才是回转？怎么做才是回转？阮得安怎活转伫你去你的面头前？即句了靠有咱今日的经文，就是讲上帝讲你拢偷摕我所有的，啊，伊佫问讲我是对你来偷摕。上帝回答讲，恁无献，恁应该献的1/10。全部经文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所献的1/10，代表全部，这是以色列人所有的律法内面。上容易去遵行的，最容易遵行的啦。其他有的太抽象，有的太难，有的太深。上简单、上容易去做的，去表现出人要甲家己的性命活转上帝，上容易、上简单的一个行为，就是家己的啥物货，所有的1/10献出来。这款的行动这个行为，就是活倒转的开始。当一个人活倒转上帝，就代表伊甲上帝的关系啊。
伊的性命甲上帝的结连就开始啊。当一个人伊的性命若甲上帝有结连，上帝是毋是会甲天顶的窗拍互开，摒遐福气伫伊的心上？各位兄弟，安尼讲，敢会当接受？重点毋是你有献钱互上帝无，重点是认为献1/10是最容易去遵守的，是一个活倒转的开始的一个行动。当人若活倒转，人就甲上帝的关系就建立起来。当人甲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，上帝就会开天顶的窗，摒所有的福气伫即个人的心中。所以咱毋通伤过化约，伤过简单，甲简化成说，咱只要奉献钱互上帝，上帝就要赐福，就要赐福气伫咱的心中，毋是即个意思。是当咱甲上帝性命有结连的时阵，咱要承受上帝的福气。这里还有一点可怕的地方，就是伊讲即个福气是为谁来？为天顶来福气，为天顶来福气，甲地上的福气有共款无？有共款无？无拄拄好共款吼。就是讲地上所认为福气，无一定伫上帝国看起来是福气。吼，咱去看耶稣基督所教示的迄个八福，你就知影，那个八福内面吼，你可能无半项你要买，吼。一个介重要的概念1/10的奉献，伫新约拢无讲到。颠倒伫保罗的书信，像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要讲的就是，你所捐出来、你所献出来是安怎？来欢喜甘愿，吼，那安尼就有够啊！吼，我相信这是奉献的上基本的概念。咱若活倒转去看阿伯拉罕、甲雅各，因的1/10拢是因甘愿的。拄仔我讲着，吼，伫迄个摩西的律法写出来进前，阿伯拉罕、甲雅各的奉献，拢是家己甘愿的，无人去规定的。毋过伫家己甘愿、无人规定的情形下面，因着选择1/10。所以咱会当理解1/10是上基本、上少的。恁会问无师，无师你拢献偌济无？无人问哦，无师你拢献偌济？我会甲你讲。今日咱是咧经文是伫马拉基书吼，马拉基书内面讲奉献，毋过其他佫有介侪经文讲着奉献吼。咱今日要填伫遮，咱一个成人主义学会用别所在的经文，咱来看奉献。吼，伫遮咱伫马拉基书要学的一个介重要的观念，当咱献上1/10，就代表咱献上咱全部的生命。当咱献上1/10，感觉会疼的时阵，就代表你安怎？各位兄弟，代表咱甲咱所有的当作是啥物货？咱家己的，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上帝是甲咱所有的这一切资源，是交互咱来管理，交互咱来使用。毋过，那个所有人、所有权，毋是伫咱的心中，咱就应该欢喜归转去互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拜上帝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阮竟然有这个能力，会当献就阮所有的，伫你面头前，不只是金钱，包括阮的性命、阮的时间、阮所有会当运用的资源，甲阮的关系、力量。阮知影，阮会当拥有的所有一切，拢是你所赏赐。
你所交代托管，互阮来使用，互阮来管理。由你帮助阮，成做一个聪明、有精心、忠心的萝卜，好好管理、使用你所交通阮的一切。你嘛帮助阮，伫阮使用的时阵，伫阮管理的时阵，帮助阮毋通渐渐甲这一切当作是阮家己的。由你的提醒，照着你家己的话，照着兄弟姊妹三角款面提醒，互阮知影，阮要成做一个好的关键。阮安尼诚心、同心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三角用圣诗376首为圣诗376首，聪明的人带学习。